台湾的薪水谈唔到经济成长，20年来薪水做得高都冇起。研究上文中表示，佢哋講少，就將日本元的水台飲水所動力。也佢做事，大部分捐口2個度22K，相對係難出問題呢。我是詹秀君，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从制作毕业专题开始，我发现台湾有很多很棒的水果。要如何做一个让大家都能接受又方便的水果产品呢？后来我们发现，许多消费者都喜欢造型可爱的冰品，所以呢，我和我的伙伴就有了新鲜水果冰棒的想法，希望可以透过颜色缤纷的水果冰，让台湾的消费者可以有更多元的附加价值。现在我们已经在网络上拥有相当的知名度了，也开设了实体店面。色彩鲜艳的冰品总是能吸引大家的目光，目标在2个月内签下5家实体店面的销售据点。虽然这个目标不容易，我们的品牌名称军购吧也是梦想前进之意。我相信创业是一个自我肯定的过程，只要努力就能看见美丽的果实。今天天气超好的对啊，然后今天是我们带着冰棒去旅行的第3站，我们来到了动物园，然后我们要让消费者去试一下我们东西的味道。就我们前几站的好评都是对啊，今天到动物园小朋友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会有很好的收获。而且这么炎热的天气，很适合吃冰棒哎。对啊，今天有2个同学，我们去给他们试试我们的冰棒吗？好啊。同学不好意思，可以打扰一下吗？我们是军购吧，然后我们想要让你们试试看我们家的冰棒。直接吃吗？对，然后让你们试试看味道。对，然后我们是做手工现切的水果冰棒，然后里面都是100%的水果，然后没有打成泥跟果汁。可以切给我的谢谢。今本夜係專高吧嘅創辦人小娟同鄉下巧妙事業美係男朋友嘅優勢，鄉下帶定自家做嘅企業邊去旅行嘅嘢咧，也咪係記到創業多件，就會用嘅行銷模式。當然，也咪係親切接又夾，做得到消費者對產品滿意度嘅調查方法。我覺得這個優格超好吃。那芒果如果單純吃起來，會不會有點單調？還是其實不會，很香。我吃一口，芒果的味道都有出來。還蠻像在吃芒果的，像在吃一整顆芒果。對啊，就覺得味道也蠻天然的。我覺得以前比較是多那種果汁的冰棒，不像這種就是整塊大塊的水果這樣子。產品也是外面就是沒有看過的，對啊，我覺得這還會讓大家都還蠻喜歡的。其實冰棒去旅行的主意怎麼發想的嘛？第一次想要出去玩，然後第二又想帶着冰棒跟大家分享，然後我們想說可以帶那些東西去那邊拍照，就是你可能有點類似那種吉祥物跟地點拍照的那種 feel。然後我是剛好上網看到有一個什麼帶着小熊去旅行吧，好像就帶一隻熊，然後到全世界各地去旅行，然後就把這 idea 就是 copy 過來。然後我們去試試看，然後跟很多人去做接觸，然後也讓他們吃吃看我們家的冰棒，然後讓很多不同國家人試試看台灣風味的水果冰棒。Hello， 同學，我們是做冰棒的，然後我們想要讓你試試看，這是我們家招牌系列冰棒，然後它裡面都是完整水果做的，所以只有西瓜還有奇異果，然後還有芒果，還有鳳梨。芒果還不錯。芒果還不錯，謝謝。那我們可以拍一張照片嗎？好啊，好啊。那看那邊哦，1、2、3。
我们有一站去猫空，就是我们搭猫空缆车上去，然后没想到旁边的是一群就是2个日本的小女生，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因为他不知道台湾的水果就是做成冰棒会这么好吃。他们也有说日本有类似的东西，可是真的是台湾水果又很香又很好吃。然后我们下车的时候，然后刚好遇到他们同团一群的日本人，我们就把冰棒全部发下去给他们吃，然后跟他们一起合照。好吃。就是其实我觉得经营粉丝团是这样，他要一直持续的在发东西，因为你要让大家知道说你是存在的，因为他只要有加到你的粉丝团里面的人都可能在滑手机的过程当中都会看到，他会知道说哦，原来他们还有在做这些活动，像那个日本人有回到我们的 FB 去按赞，你要一直持续的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才会一直回流看啊，回来看。如果你一长时间没有 po 文的话，这样会导致粉丝团的人数会变得很低，大家可能会回收赞数，或者是回收他原本想看这个东西的兴趣。傻眼，这是猴子吗？还是人？哦，帅到分手，你知道吗？哎，这个人眼睛闭上了。白痴。你不是说旁边那个是什么？哦，那个旁边那个是他们去华山快闪，这个韩国人啊。这个是韩国人，然后他们是一间，所以是因为他露肚子，你帮他拍？不是，就是他们2个要一起拍。好，那就这张。好，就用这张好，就是这次带着冰棒去旅行的开头第1张。好。看得出来，一對男朋友向下創業，唔單止懂表達，產品行銷嘅方法，每本消費者都有興趣，面對佢哋嘅企業變懂成熟。不過也看起來，一場已有創意、未發展到當好嘅 Dream Go Bar 新創事業，其實喺2015年秀娟頭下馬創業嘅下，是無按快樂，點都係經過了一段辛酸嘅過程。那我们是一个学生创业的团队啊，其实我觉得这一个过程之中啊，他们当初从做专题到参加比赛的过程之中，我们一切就是一起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那对我来讲，我觉得里面比较遗憾的就是说，原本可能有一些团队的成员，那他可能因为毕业之后现实的无奈，他必须要有一份正职的工作，所以我们原本的5个人的团队到他们正式毕业后只剩下2个人的团队，然后后来又有一个同学跑去念研究所，所以只剩下秀君一个人，他在做这一件事情。就是虽然大家都走了，可是我觉得头都已经洗一半了，没有什么不坚持下来的原因。而且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拥有一件东西，或是你想拥有这个东西，你只要拼尽了全力，全世界人都会来帮助你。其实我觉得没有适不适合，只有你愿不愿意做。就是这么简单，你愿不愿意做创业这件事情？当你下定决心，那你就把它做好。那对我来讲，毕竟秀君是我的责任了哈，就是辅导他走向创业这一条路。那我心中也有对他会有很大的责任感，所以我自己会投入蛮多的时间来看顾他们这个创业这一条道路这样子。那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在这里面，我一直跟他们讲说，创业哈成不成功不是用钱来衡量。而是用你的学到什么东西来衡量。如果说他在这几年里面他学到的东西够了，他未来要去做什么工作，我觉得都很容易成功的。由先生來上榜上聽，秀娟總算做得安心繼續做家嘅個自己嘅邊事業。韓國本單係長跑選手嘅男朋友瑞森，每幾天留細妹朋友向下打拼，做一個親自持己嘅人。日本秀娟要行卡菜。行卡有勇氣，同時要接嚟學校咖啡店嘅經營權，本佢嘅本事業有了一個固定嘅素材。要本佢老男朋友有一個做得向下完成夢想嘅基地。这边是我们的創業基地，我們在裡面賣冰棒、賣咖啡，然後也在裡面做很多事情。然後它原本不是這樣子的，是我們之後做改變，才變成現在的環境跟這樣子的基地。像这面牆啊，它原本是白色，就是整間很像教室的感覺。然後我們就跟幾個夥伴把它漆成整面都黑色的，然後掛上黑板。然後我們就為了想要營造出這裡是咖啡廳的感覺，所以就把它整個櫃子的門都拆開，然後放上杯子啊、盤子啊，真的進來就不是教室的感覺了。而且我們也在牆的最後面、最後方的牆面上面也裝了很多草皮，因為想可能讓同學有一個可以拍照的地方，然後文青感啊，就是小文青、小清新那種感覺。這個是我的好夥伴 ，Hello， 然後他現在是我們家的咖啡師，然後也是跟我一起在這邊工作的好朋友兼好男朋友。
看来创业前嘅人事变化，对秀娟来讲，都系为到下后嘅幸福来铺路。不过，巧妙生涯老王子公主都对嗰段幸福快乐嘅童话故事系无同样嘅。就算佢入边嘅爱情老实已經當上年咧，不過巧妙還係愛引起改良，將做得本各自己入邊比未來正經做得到更加多消費者嘅肯定。我们今天要试冰棒，对吧？上一次那个排列组合不 OK。上次就吃到最后的时候会非常的腻，所以我们就更改了整个顺序。因为上次失败的原因，要怎么说？我没有把芒果本身味道很重这个特性考量进去。吃到最后之后，就整个嘴巴都是芒果的味道，把前面西瓜然后奇异果的酸跟香，西瓜香气都抢走。所以想说让芒果在最前面，那最下面，那我先吃到一半吃到酸的时候，酸就把芒果味道压下去，那再吃到清甜，所以是越吃越清爽。因为水果的风味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摆到一个让消费者可以知道每一种水果的时候都可以知道，我在吃什么水果，然后里面的风味是 OK 的，然后吃到最后的时候嘴巴不会腻。解决这个东西的方法就是要不停的试，好恐怖哦！我们一直不断在改变，就一直试，就买一堆水果回来做成冰。然后吃不行啊，那这一批就请同学吃啊，你拿给同学吃，他会给你最真实的回应，好吃就好吃，不好吃就不好吃。那就这样经过1整年了，不断改，然后调整。就是其实之前我们也试过很多排列组合，像芒果在最下面，然后芒果在中间，甚至到现在芒果在最上面。其实这3种排列组合下来的味道其实落差很大。像以我们来做冰来说哈，我每一次试验我都会记录下来，我是用多少的比例下去制造这一批，那出来我哪一个环节出问题，我才能回去找说，我哪一个地方问题，不然你就真的就是瞎找，都这里改一点还是不行，那里改一点还是不行，那你终究没有找到原因，可能结果是你冰箱冷度不够出问题，或者是已经有哪一个水果是不搭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问题，你要先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每一次，这个口感是这样子，那你就可以慢慢做调整。大家聽出無相當好，看起來簡單嘅機入邊，原來啲製作過程度還會考慮到很多嘅變化，好得旅程有點像科學家應用嘅商業精神，不過佢係唔會空虛，係留意實際去做好多嘅經驗拿出來教人哦。像有些大眾比較喜歡的水果，但是它變得沒辦法做餅，就像可能像百香果啊、芭樂啊，味道比較沒有那麼重，但是香氣比較重的水果，基本上都沒辦法製造，因為冰過之後，其實香氣會比較出不來。因為把水果冷凍之後，冷凍會讓甜度降低，然後水果酸會提高，然後顏色會變得沒那麼鮮豔，因為為了符合我們整個牌子的宗旨不添加人工化學的東西，所以我們選的水果就要特別去挑過。雖然獨獨嘅做得了解大眾果汁嘅特性，要累積咧一道製作嘅優良，不過要得到消費者嘅信服，要愛做出品牌嘅構圖。秀娟老女士還做了一隻一般成年人都冇聽出做得到嘅堅持老原則咯。现在在做今年的 SGS 申请，因为我们去年有做，那 SGS 它其实没有说多久要验一次，它也没有，它这份报告其实也没有效期，对，就完全就是看各家厂商自己的就是良心啊，就有的可能是2-3年前申请，它就一直沿用到今年，可是做生意该花钱就是要花。不要就是省一些小钱，那你后续带一些很多的麻烦或者是问题，尤其我们又是做吃的，你不像做一些产品或者是民生用品，那个比较不会有吃出问题，或者是因为毕竟这是吃下肚子的，所以安全跟健康这上面，我觉得是我们
身为新创企业必须要把关的，而且这也是你要建立起口碑最好的方式啊，因为你东西是安心健康，然后是有经过检验的。基本上团队跟老师讨论出来是我们每年都会送检。那我今天在申请，就是今年要送检的，因为毕竟去年跟今年制作上流程有改啊，你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地方是会有细菌或者是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跑进去，所以我们还是以就是每年送检为就是考量。無論啲產品嘅品質檢測，也係開發，都做得看到軍高爸也就團隊嘅堅持和用心。不過佢嘅邊是如何寫要講，唔驚事態前去做檢測，得到本消費者安心嘅認證，也就代表一隻事業做得順勢開始咧係。當然唔係咯，因為係講產品賣無人愛，就算做得按度嘅達標，咪係無成功嘅。那你们讨论的怎么样？还不错，就是进度都有在掌握之中。然后有没有去第2版要给你看，就是一直找不到设计的重点？因为我上次有跟你们讲，其实我们整个品牌设计的理念呢，那军购里面其实有朝那个梦想实践的意思嘛，所以我们应该去抓住消费者心中最大的梦想点。对。那个 slogan 我们上次我们讨论完之后已经把它弄出来，就是基本上跟我们的品牌理念蛮像，就是心若是自由的，有哪里不能去。这是我们那天跟你们讲到说我们要设计明信片，玉祥也设计出来了吗？还没有。对，上次跟你讲那么久，你还没设计出来。好，我这天改一下好不好？对啊，你看有明信片之后，我觉得他们收到了之后，那个感觉会不太一样。像这个就是那个一款明信片嘛，因为我们的学生他们之前一毕业就创业，所以其实行销的经验是比较缺乏的，所以行销都是我一面带着他们做。对，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品牌的时候，其实非常强调一个是故事行销，然后第二个是体验行销的部分。对，那其实了解这些食材背后的故事，其实对现在的消费者来讲是蛮重要的。就是学生他们团队他们做的材料都是用真材实料在做，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当你把这么高单价的东西卖给消费者的时候，他们能获得的不只是这个水果冰棒本身，而是能获得一些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个冰棒本身可以启发他们。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希望在那个冰棒的本体以外，再做一些另外的东西，比如说像卡片，或者是说一些故事集。或者他们可以看到背后的故事，扫 QR code 就会看到那个种水果的果农它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强化我们品牌的价值了哈，因为一般的冰棒产品它其实最多做到平面的宣传而已。对，那现在毕竟是新媒体的时代嘛，然后新媒体的时代的话，我们就会希望能多一点影音的行销方面的东西进来。片拍想的主轴大概可以分成2块，第一个就是跟我们的食材本身有关嘛。那既然我们采用的是新鲜水果这个理念，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强调我们的新鲜水果它整个制作的过程以及它处理的过程。然后第2块，因为我们现在用的那个冰棒的制作，我们是完全是纯手工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拍摄整个广告影片的过程之中，是让消费者看到我们去做整个水果冰棒的过程，那也加深他们的安心度。先晓得行销嘅李明义先生來帶記到，中國爸你真實點樣如何開賣咧？有咧自家做嘅樣片，還有帶定幾個邊去旅行嘅體驗發通，就是要做到消費者嘅心。一天喺幾個邊賣到千小條嘅時節，你做得啲一般按用嘅行銷方法有成功冇？因為10月有一個好像700支的訂單吧，對，700支，對啊，現在就要就是怕會來不及，所以可能要先出一點貨，因為而且我們之前的那個在好吃上面的那些網絡的消費者也陸續在下單，所以這部分還是要趕一點，不然會到那時候會來不及出給消費者。而且我們是新鮮的東西啊，所以它那個時間要抓得剛剛好，不可以太早做完或者太早出貨，因為消費者收到的時候，我們還是希望可能可以有3週可以吃的時間這樣子。而且東西都是純手工，對啊，東西純手工，然後中間也會有陸續有客人的訂單，所以還是得先邊做。因為去年才剛開嘛，
可是我们有去回溯看一下，到底是今年跟去年的差别，蛮多新的客人进来，但是今年又进来的时候，他就会在 FB 上面回应我说，哎，今年的味道怎么又比去年风味好？对，而且今年的订单算不错，而且也蛮多厂商会陆陆续续来找我们，这是今年的就算是去年给我们今年的回馈。像变化部分的话，我们做了，应该说我们把水果部分更加强化，然后整个制作流程，还有整个水果的比例等等的，我们都做了些微的改变。其实很多客人就会说，哎，今年的排序啊，或者今年的水果的风味又不一样。然后现在好不容易把它煮成一个我们觉得 OK 的味道，应该说终于有一点小小的成就，让所有消费者都非常喜欢这个味道。产品按小条，对新创团队来讲，当然就是千大嘅鼓励。不过冇把到成立就做得按样顺顺利利做下去，市场係当现实咧，按样嘅留机器化大量生产嘅对数做出分配，就係記得堅持用手工做機嘅邊殺下來要面對嘅挑戰咧。我的東西雖然賣得還不錯，但是我覺得整個環境就是可能大家做的東西都很跟風，一直跟着那個風跑。可是你要一直想說，我不可以跟着那個風跑，因為你跟着那個風跑，你最後一定會跟不了那個風。所以你一定要做你覺得對的事情，可是一定會比較辛苦。尤其像我們現在這樣做吃的，要做長久，讓消費者知道這個東西是好的。如果有添加過的東西，做的速度會快很多。我不能否認這件事情，而且你整個製作流程不會那麼麻煩。但是如果你是可能用機器做，或者是用添加很多化學物質，它味道全部都一樣。可是這種是可以吃得到水果的香、甜、酸，然後它裡面的成分又有營養啊。我覺得你可以選擇更健康的東西，何樂而不為？就是健康是無價的，就像手做東西是無價的。我經營一良心事業，堅持當然就係輕重要嘅。不過一天就會過咧，咪表示幾個邊嘅體驗要結束咧。一段時間，小娟老瑞生按樣嘅做當作嚟維持天貼嘅樹蔭咯。你有沒有掃乾淨啊？有啊，專業。因為過2天就要開學啦，所以還是得稍微整理一下。冰的話，它現在的量啊比較少，然後而且比較像接近冬天，所以我現在就沒有在製作。然後其實接近冬天，大家比較不會買冰棒這樣。然後現在重點是擺在咖啡廳的營運上面營業這樣子。目前的話是先把菜單的部分全部都重新設計過一遍，對，然後會加入一些新的菜色，再改變一下，讓它口味上有不同。這樣，之前的進步空間有點大，所以希望開學之後，它可以真的往上拉上來，對。暑假過後，學校開學，咖啡店嘅營運就變做 Drinko Bar 嘅重心，味道要做到保證食材有齊。當日早晨去傳統市場買盤，就變做瑞士當日嘅工作咧。太多檔。老師要請你喝的咖啡。這麼好，謝謝你。兩杯素哎。哦，自己的。對啊。我替你宣傳。可以啊，這個洋蔥 OK 啦。好。這個今天會買像美生菜、番茄，然後小黃瓜，還有就是這學期新菜色要用到的牛肉燴飯的空心菜。這美生菜啊，是我們每天必要的，就是做所有的餐幾乎都會用到它。阿姨，這6顆我都要。生菜你都要是不是？好，我等下幫你裝。OK 啦，今天這個生菜很漂亮，你回去都不用再剝了。好。這是進口的啊！哦，進口比較貴。進口的。台灣是什麼時候才會有？台灣的也有，可是它品質沒有那麼好。哦，就是它比較容易會爛。它外面你要剝很多葉，然後裡面
里面可能也会有点烂，所以你这样剥起来的话，你要买这个比较划算。哦，好，对，这都不用剥。好，因为毕竟你要生食嘛，所以你每天来买的好处是菜比较不会有黄掉或者是烂掉的情况。刚开始的时候常常买到外面外观看起来是好的，但里面可能烂心啊，或者是可能已经太熟的啊，或者是撞伤没有看到的。对，我们是自己创业嘛，你买菜回去。买10颗有5颗烂掉，那你就等于你有5颗的钱是浪费掉，这都是成本啊，所以你久了你就会更注意、更加小心，然后会多去问那间摊贩的阿姨讲，阿姨就会教我们怎么挑。常常来菜市场累积下来的经验，久了你就知道，菜要怎么挑，水果要怎么选。轉到學校就會開始無限開店前嘅準備。不過講無限也唔會，因為生意根本就冇想到咁好，規間店嘅空落落嘅，就連講話都還會影響咧。生意不好的時候啊？生意那麼差？生意那麼差，學校都沒客人，公司快倒了之類的。你在外面做生意也是這樣，不可能每天都是大晴天。總會有時候會，可能客人突然不來了，或是可能你這個禮拜都沒有生意，可是下禮拜突然生意很好。我覺得客人就是這樣，因為外面的東西太多樣了，所以現在的人口味選擇變得很多樣，所以你要去適應他們的想法，或者是一直改變自己裡面的東西。所以我們就一直在更換菜單的方式，然後有時候就說，我們最近有什麼新的想法，拼拼湊湊把它拼成一個。可能比較特別口味，然後去試賣，然後看同學會不會喜歡這個口味。就是你讓同學一直覺得裡面有在更新，或者是有在有新的東西出來，他們就會一直有好奇心，一直想要進來。覺得我今天試一個新的給你看，就是我去買那個菠蘿包，我想說如果夾肉會不會很好吃？因為肉鹹鹹。可以吧？可是你要把它烤得酥酥的。我自己也很愛吃那個菠蘿包。然後我就有一天就看到小朋友買菠蘿包回來，我想說，他說可以在裡面夾一些東西，然後變成一個漢堡的概念，就是好像吃漢堡，可是又不是漢堡，就是你平常很容易取得的菠蘿，所以我們就想說可以踹一下，就是讓它比較不一樣的呈現啊。對，我做好了，希望它可以賣得非常好，我同學非常喜歡。這間研發新嘅船雖然動身期，不過秀娟、劉瑞成都唔係讀餐飲，故說愛慢慢去老人學經驗，以搶高同行嘅前提，就係記得生意唔好嘅時節，輕重要嘅任務，咪係做得加強店方變化菜色嘅好方法。那很好不錯，我一看就知道很好。才弄好一點。對啊，我剛看起司我嚇到。對啊，起司很好。那個很貴。對，對不對？你是買那一桶的那種，一條那種，對的，對不對？起司至少很貴，因為像平常那種黃色那樣一片，其實就快5塊。對，口感比較好，比較不會像人家來吃又覺得好像跟早餐店一樣。對，做好這樣。其實我們會來這間，一開始只是像走訪咖啡廳這樣子，走這樣子，然後就跟老闆聊天，還知道原來他也是自己出來開，然後我就說，姐夫，你這生意怎樣？不好，我說我們也不好，就是大家就是都不太好，對不對？人家叫取暖，對啊，因為你會覺得，為什麼生意怎麼最近比較不好？就是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他，他都很願意解答。就是可能如果你在哪裡吃到什麼東西，然後就可以交流。像他們家的蛋糕很好吃，味道很不一樣，就是很天然的味道，很舒服的味道，我就很想，就覺得很酷。對啊，然後就可以跟他討論一下，為什麼蛋糕裡面的內容物什麼之類的。然後咖啡也是，咖啡也很好喝，就是他會一直拿我們覺得沒有喝過味道的咖啡讓我們試，因為其實在我們那個環境裡面，就是我們那邊是沒有辦法試到這樣子味道的東西，這是我們覺得很棒的交流啊。我覺得他們很厲害，因為他們開店是他們後來才做的，他們最早期是做冰棒。他們真的還蠻厲害的，他的優點是很樂觀嘛，對，他們不會因為說看到別人比較好，然後就覺得自己就不會比別人差，就是一直在變得更好。
然后他们一直有在学习新的东西，对，然后一直在改变，因为你只有这样才会越来越进步，对。秀娟当初前呢去老前辈学习，装伫点度嘅瑞士其實咩一無限，因為今年嘅幾個邊前每一批嘅出貨就要20幾來處理咧，也未係記到第一趟季節交接嘅時節，一定衝入嘅前年來路。这个算大订单啊，就是短期如果以没有签约的客人这样算很多。他们是一间行销公司，在帮别人办活动，所以他们这次活动的客户指定要吃我们家的冰棒。毕竟现在天气开始变凉啊，秋天的时候算不小补啊，就是业绩上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网络上的平台其实已经没什么人在购买冰棒，最近就剩下长期签约客户的订单了，就是每个月他会固定有叫一定的数量，对啊。女生在快要就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妈妈可能会比较开始不让小孩吃冰了，所以其实我们网络上的订单到8月底、9月这段期间，其实就慢慢会递减。但是实体店面像开学之后，很多新生其实对我们家冰棒很有兴趣，就是我们柜台有放冰棒的DM，那他们看到他们就会问说，现在有什么冰棒？他们就会想要尝试。我一开学之后，其实没有特别 push 我的冰棒，说问学生说要不要试试看，就是让他自由发挥，就把更多心力投入在咖啡厅啊，因为毕竟开学之后，中午啊，每天咖啡厅其实蛮多杂事要货啊，要叫要干嘛的，反而让冰棒它自由发展，而且可是预期效果反而比预期的好很多，但是。因为台湾现在毕竟经济也没有到以前那么好，就像有老师曾经说，一支冰棒60块，快跟一个便当一样贵，到底是在吃什么东西？它不就是水果冰棒？但是你吃完之后，你就会知道这支冰棒为何价值60元。所以我觉得，好的东西你需要慢慢去培养你的客人。那这个东西，我希望是它可以10年、20年，大家想到台湾第一支安心健康的冰棒。你就会想到军购吧，对。今天这咖啡给大哥喝，好，先帮你写。大哥每次我都请他喝饮料，其实对我来说我也没有花到很多钱或者是什么损失，但是我可能哪一天我急着要出货，或者我有件货在大哥的车上。他可以先帮我送，那我是不是就轻松许多？我在做事上面，这也是一个做生意的道理啊。好，大哥谢谢。好了。为到本咖啡店嘅生意做得很卡好，富途創業嘅李明義先生建議秀娟多拍幾樣片，來增加網絡宣傳嘅新鮮感。不過入擺嘅樣片唔係將細妹來做主角，係秀娟嘅男朋友 Reason 自己來做嘅。第二個，我們的影片是比較是夢想片的部分，因為創辦人秀娟的男朋友他是馬拉松選手嘛。对，那其实他之前也是，有一个梦想，就是可以跑马拉松。可是后来因为一些受伤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梦想。可是他加入到这个团队之后，其实他做冰棒是非常认真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说，那拍这个纪录片的过程中，强调他永不放弃的精神。那这也跟我们所谓强调梦想的精神可以互相做结合。好，回来，跑过来。我们今天就是瑞成当主角。然后坚持做这件事情，然后所以这是拍坚持的概念。其实为什么会认识就是像这种会拍影片的人，是因为我们参加比赛的时候，然后认识他们，然后我们交换名片，其实这就是善用资源，大家互相。然后再来是消费者喜欢看有动的东西，就是我们发现他上去粉丝专页或者什么之类的话，他的点击率会比较高。消费者喜欢这种可能有点像你是真的专心去拍广告，有一种专业的感觉。就是上一支的广告的主轴是叫安心，然后这一支是坚持。像他从跑步领域到跟我一起创业，这次都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你很坚持在做同一件事情，你的梦想就会成功。所以才用瑞成他去做一个坚持的代表。你坚持跑步，坚持你的梦想，然后他有一天一定会成功。
好走，好。就是从加入团队创业到现在，其实跟之前跑步的体验很像。两个你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付出，就两个付出的东西比较不一样，是一个是体力上的，那这边是你创业了之后，那怎么让公司趋近于稳定，然后迈向那个正确的方向。就跟我当初跑步一样啊，我也是从自己练到去找教练，到之后成绩慢慢起来。你一定要有一个对的方向嘛。那创业也是，我们刚开始一定很辛苦啊，因为就跟跑步一样，你要很坚持。那你一定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你朝这个方向去前进，坚持的前进，整体就会慢慢不断变好。来，开始，好，开始。基本嘢拍嘅样片，上來做得表現出嘅份對夢想嘅堅持無，就愛等樣片出來爭啲咧。不過佢本事業做到行卡好，是做唔得啲嘅點呢。故所啲咖啡店結婚過後，小娟還特別邀請咧專業嘅牛人來為大家上課。我壓力很大，因為你一間店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燒錢。可是你要想，那每一分每一秒燒出去的錢，你要把它賺回來。所以我們就把研發所有事情抓到冬天來做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用全心全力去做。其實你把前面的路鋪好了，你生產那條路就會更順利，你就不用一下就焦頭爛額的感覺。压力很大，因为你一间店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烧钱。可是你要想，那每一分每一秒烧出去的钱，你要把它赚回来。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要学拉花？因为我要让我这一杯的价值不只有70块，我想要让它可以有宣传价值，或是让消费者觉得漂亮，它有价值。哎，70块我可以喝到这么漂亮的拉花。比较主要的压力是我希望咖啡厅可以自己独撑一面，但是冰棒也可以自己独撑一面，因为他们两个都有淡旺季。冰棒的旺季就是咖啡厅的淡季，可是我希望他们两个可以平均的往上成长，不需要有一个人去支撑了一个人的淡旺季，这样等于公司其实也没有往好的方向去前进，就是不要去补另一个人的坑洞的意思啊。往前。OK。好，杯子拿歪了。当你今天不往前的话，你的线条就会像这样子。然后再就是你的杯子要再拿更平稳。我希望大家做咖啡这件事情是快乐，然后大家一起进步。因为其实我在今年有去比赛，去日本比赛，我会发现国外的咖啡师们都很团结，就是会互相讨论，让大家的技术更精进。不管是可能拉花也好，或是店家经营也好，我会觉得就是我希望是我们台湾可以更团结。因为应该这样讲好，我在咖啡店待10年，我接触拉花只有2年时间，我是自己慢慢练起来。但我相信就是人都是需要被点醒的，我只要点它之后，再接着就是努力的练习，他们就会了。那我只是负责就是点他们的那个人而已。当然一定会有人说拉花很浪费钱什么，但我觉得它是给客人的一个感受，就是可能从一杯拿铁的部分，我可能80块，但我这杯拿铁端出来的时候已经超出80块这个价格。甚至我们是想要把我们的喜悦跟我们努力的成果、艺术的作品展现给客人。对。很运气好，为自家嘅事業加分，本人客有行卡高嘅價值老享受。小娟喺經營方面很用心，未反映啲平時咖啡店嘅生意。看來很大餅就會有好嘅結果，也係做滿嘅問題。爆滿。一個巧克力帕里尼配薯條飲料310。快！它加點是嗎？哦喲。好了。我的早餐。现在中午你才在吃早餐啊？太忙了。
就会一直想做事情，然后忘记要吃东西，然后等到你想要吃的时候，已经又很忙了。心机菠萝好好吃，耶，做好了。没有，因为它分量很大，而且就是吃起来不会腻，所以同学就很喜欢。看来小娟自家研发嘅汉堡真经同事欢迎，加上用心去调嘅饮料，还有咖啡花草，分发到第一间本地点索索嘅咖啡店，总算变做一间闹热嘅店嘅咧。相信对小娟还有女性来讲，也就会记得梦清久嘅成果。那你多运动啊，这样才会瘦。1天1万步。其实我们2个都算是之前的工作经验都是从那种很大型的连锁企业出来的。以前在可能别的商店或者是你在餐厅里面工作，客人给你的回馈是你的服务态度很好，你就会觉得哦好。可是你来这边，客人就说，我觉得你们东西很好吃，你就会乘以100分的快乐。人才跟人力被利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懂吗？就是你可能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的事情，或是很多的突发状况，然后你需要一直很多的去及时反应。可是去大型企业不会，他会给你一张 SOP， 全部问题都在里面，你只要看过一遍就好了。可是这里不是啊，这里每天就是你要处理很多员工的问题、客人的问题，然后可能公司的财务问题，虽然很累，可是你会觉得是至少是有趣的，至少是有挑战性的，或者是至少你觉得这样子对你来说是有回馈的。对，咖啡店嘅生意虽然正常咧，不过本地餐厅而本企业边以5間店面來買嘅目標，一向係付唔出咧。不過瑞士還係講天嘅一間長期合作嘅烹店，今本日就會做親密一百嘅客廳咧。今天就来做最后的那个签约啊，这刚好最近有研发新的口味哦，这4支，我看看，做的不错哦。好，那在冰箱的部分再麻烦你。到时候应该放在那边的位置吧。好，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帮忙，再跟我说，像文宣品，就因为我们家的咖啡厅的面包啊，然后蛋糕。就是都是他老板帮我们制作，而且老板人很好，就会帮我们客制化。老板他知道我们在做水果冰棒这件事之后，他也很有兴趣，然后他也愿意就是让我们家的产品在他们家有机会能够曝光，就是这也是我们迈向那个设立实体店面的第一步啊，就是很感谢小高老板。就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的，毕竟我们孩子今年才满1岁而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长远的路。有时候是一个支持他们吧，一个鼓励，而且他的东西是原型，水果的原型，而且是支持台湾整个农会啊、农产品类的。你稍微贵，我也会选择你的东西，我不要选择那个可能加糖水啊、加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的同业的产品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2年要好好努力，看他们在这3年内可以冲上来。真的是路还很长，而且都才刚大学毕业，没有几岁，对吧？像我们这种都已经做接近中年了，他们路很长，慢慢冲。有一天，因为很多品牌也是做个5年、10年才上来的嘛，所以他们有的是时间和机会了。我侦查，雖然佢嘅邊賣嘅店搶有高條價一件，不過後生就係本錢，就得繼續變下去。尤其之前拍嘅天意嘅樣片，咪總算完成咧。算來變到名路過後 ，Dream Go Bar 有隻事業為個創下好成績嘛。為了夢想，我不停地跑。當初就靠着一股傻勁，只覺得很喜歡跑步，就開始練習。有低潮，有受傷，曾經有想過放棄，但是為了跑着這個夢想，我選擇堅持地跑下去，不停地跑下去。比較像形象類。
我就说吧，你看会有很多人按那个爱心，爱心是男主角很帅。他是你的朋友？屁呀！真的一定都是你的朋友。我来看一下，按爱心。男主角好厉害。你看是不是他有人就说男主角很厉害吧？我就说吧。傻眼。第一部跟第二部还是有点落差，因为第一部大概有7000多个人看过啊，第二部大概3500多个，可能点阅率相对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高。其实观看人数跟平台流量有差啦。就像现在拍广告跟以前拍广告不一样，可能以前拍广告可能比较像说哦，你卖冰棒就是拍冰棒广告，可是现在很多公司都拍像类似形象广告，像我们今天这次拍这个以坚持作为主要主轴去做其他延伸，让消费者看到不是只有你在做冰棒这件事情，而是你很坚持在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效益其实是不差啦，但是就是你要一直不停的在跟客人去做互动。我们虽然这一次我们本来目标是想要谈到5间的连锁，可是没有达成嘛，对不对？可是好的方向是，虽然有谈成一共1间，可是那1间已经跟我们签了明年的续约了。他就说他直接问我们说，我们明年要继续，可以麻烦你们这样子吗？我们就觉得代表东西是可以卖的。对。然后。我朋友也是看到我们东西很有卖点，他们是说他们想要带到别的国家去卖，我们觉得很 OK 啊。我说那你们那边有钱吗？他说钱我都准备好了，拜托你们赶快过来。我们一口气就答应，因为我们觉得这实在太好玩了。我真的觉得那个很奇妙，每一件事情可能当你走到谷底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停止下来往前进的想法。生命会为自己找到出路。对我也这么觉得，我一直觉得一定会有出路，我们一直这样觉得。我想要对你说，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段路很长很辛苦，然后我很谢谢你在那个时候出来救火，就是可能我所有的人都已经跑了，但是你还是愿意留在这边，你继续帮忙我，对，然后2017年应该会很美好，然后要一起加油，我要对你说就是从来这里到现在，其实，我可能钱不够，想要去上课，那你就愿意帮忙我，然后你那么努力支持我，那我希望有机会可以捧一座世界冠军回来。那冰棒呢？可以捧一个世界冠军？冰棒嘛，冰棒就好好卖嘛，那我们就从国外红回来。对，从国外红回来，那我们就一起加油。感谢你。不客气，这是我欠你的。创业这条路本但就冇难改，韩国男朋友向下巧妙事业难度很较高。不过看到小娟老瑞是2、3人嘅相帮相挺，真正係巧妙事业难得嘅攀升。咩期望未來，佢哋做得同樣保持一種樂觀正向嘅態度，兩手向下面對所有嘅挑戰。